歡迎嚟到我哋台灣 PBF 公司，我係台灣 PBF Simon。我想介紹俾你哋聽呢款頂級嘅 Lidocaine 麻膏，佢喺台灣醫美市場嘅市佔率係第一。PBF Lidocaine 麻膏同市面上其他止痛膏比 Lidocaine 可以滲透得更深，能夠有效阻隔痛覺神經。同一般市面上嘅麻膏唔同，Lidocaine可以滲透皮膚更深層，效果更加顯著。呢個卓越嘅表現係靠 PBF 自主研發嘅3大核心技術實現咗。等我逐樣同你介紹下。第一，局部麻醉劑共溶混合技術。首先，Lidocaine用咗局部麻醉劑共溶混合 EMLA 技術，透過降低兩種麻醉成分嘅熔點，我哋可以避免成分因為溫度變化而變得唔穩定。咁可以確保兩種成分均勻溶解喺膏體入邊，保持穩定嘅效果。結果係點？每次使用都可以帶嚟更穩定同加強嘅止痛效果。第二，B 麻油強化基底，促進快速滲透。我哋嘅配方入邊加入咗蓖麻油。點解要用蓖麻油？因為佢可以幫助活性麻醉成分穿過皮膚嘅油水屏障，令佢哋可以更快到達表皮層嘅痛覺受體，咁樣可以令到麻醉效果更快出現，止痛效能大大提升。第三，亞微米乳化技術，280納米 Lidocaine 採用亞微米乳化技術，粒子細至280納米嘅細。呢種超細乳化技術可以大大提升經皮吸收能力，令到藥膏可以穿過角質層，將高濃度麻醉成分直接送到皮膚更深層。結果就係止痛效果更持久、更針對性，而且用完之後唔會有不適感覺。我哋先講下 Lidocaine 嘅第一項核心技術——局部麻醉劑共溶混合物，簡稱 EMLA。Lidocaine 入邊有2種主要活性藥物成分，分別係普魯卡因 （Prilocaine） 同埋利多卡因 （Lidocaine）。單獨嚟講，呢2種成分嘅熔點都比較高。普魯卡因嘅熔點係攝氏35度，利多卡因嘅熔點係攝氏67度。但係當用 EMLA 技術將佢哋結合之後，就會形成一個共溶混合物，令到整體熔點大幅降低到得返攝氏18度。點解呢樣嘢重要呢？熔點降低可以確保麻醉成分嘅乳膏基底入邊保持完全溶解同平均分布，即使遇到溫度變化都唔會有影響。呢種穩定性可以帶嚟更好嘅質感、更快吸收速度，仲有更強嘅止痛效果俾用家。呢啲數據證明嘅點解Lidocaine係同類產品入邊最好嘅選擇。除咗我哋先進嘅配方技術之外，Lidocaine嘅效能亦都有臨床測試支持。根據 PITDC 實驗倉數據，Lidocaine入邊嘅利多卡因同普利卡因喺使用4個鐘之後，滲透皮膚嘅程度都比原裝 EMLA 參考產品高。2種活性成分喺皮膚層內檢測到嘅濃度都明顯高過品牌 EMLA 乳膏。呢個即係話Lidocaine唔單止見效更快，仲可以更穩定同深入你嘅需要嘅位置，提供止痛效果。Lidocaine係一款多用途嘅外用麻醉膏，臨床上專為3大主要用途而設計。第一，針頭插入。首先，Lidocaine非常適合用喺同針有關嘅程序，例如靜脈導管插入或者抽血。第二，表皮外科手術程序。Lidocaine喺細微嘅表皮外科手術程序都好有效，包括去痣、激光治療或者表淺切除。第三，生殖器黏膜。再者，Lidocaine可以用喺生殖器黏膜上，例如做細微黏膜手術之前，或者局部滲透麻醉前使用。Lidocaine嘅使用方法，為咗達到最佳麻醉效果，只需要跟住以下3個簡單步驟。第一步，喺手術前30分鐘至1小時，將適量嘅Lidocaine膏均勻檢查嘅目標部位。第二步，用透明膠紙包住同密封搽咗藥膏嘅部位，可以加強吸收，亦防止藥膏流失或者變乾。
第三步，除咗膠紙之後，抹走殘留嘅藥膏，再用酒精或者碘酒消毒，之後就可以進行治療。總結一下，呢度片作為新一代外用麻醉膏，結合咗先進藥物科技同可靠臨床表現突出。呢度片採用 EMLA 配方，加上蓖麻油增強滲透力，同埋阿微米乳劑系統，帶嚟比傳統產品更快、更深層同更持久嘅止痛效果。臨床數據證實佢有更優越嘅皮膚吸收力，而且無論係針劑程序、小型手術定係黏膜應用，呢度片都非常多用途，喺醫療同美容界都係一個真正可靠嘅選擇。呢度片易用、見效快、效果顯著，為現代臨床護理重新定義嘅舒適同埋掌控。多謝大家。